祝成夫妻。
蒙此天大奇冤冤，為夫保國為民，終身未敢
再相見，妻待我上義我謀反，如今下聖旨，遼東兵不還，而我收一紙書，竟跌回兵10萬，天威何所在？崇禎有何人？待到兵師解為後，哪能讓我活在人間呢？
Hey.